即摆到台中免行会找无停车位咯。台中市政府伫个60外个路段6000个停车格来装一种地磁感应设备，连到手机啊，透过手机啊 App 就会显示附近大还阁有停车位。记者实地去做测验，真正有用效。而这个绕日的上宽，大约3分钟就找到停车位咯。 台中市政府呢设置这样子新的系统，说可以帮助驾驶者快速的找到车位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实际的测试一次。有，在这里，哎，这里，对。靠台中市政府新建制的系统呢，我们果然在3分钟以内，就在靠近一中这个很难停到路的3民路上呢，找到一个车位。 都位有车位 App 一看就清楚，驾驶人拢讲真好用。包很久，等个车位大概要等个半个小时以上。 那显示都有空的车位，也阁透过 App 帮驾驶导航到停车格边啊。这个系统是透过停车格中隐形的地磁感应来侦测是毋是有停车。台中市府2个月伫60外个重要路段，6000个停车格拢有装设地磁感应，普及率是全国第一。那省下的时间，我想大概10到10几分钟，或10几20分钟，应该都可以了。 驾驶人到台中找车位，免过洗几啊日，透过智慧科技，互停车更较利便。天管处规划未来这套系统，也会使取代人工收费方式，利用感应装置，同款会当计算出停车的时间，依照时间来计费。